新竹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运动了后，煞是雄雄昏倒，加在有拄啊好来拍球的医师随家做 CPR， 佮有一个准消防员赶到现场来斗急救，成功救着一命。台湾急诊医学会嘛表示讲，民众若拢学会晓用 AED 做 CPR， 会当增加救人的机会。新竹县新埔镇这50多岁查甫人，13暗时9点外拍乒乓了后，雄雄倒伫涂骹。伫边拍球的医师陈义宏，迄时阵就确认患者无生命现象，马上进行 CPR 急救。后来，有一个姓江的准消防员赶到现场，接手用高级心肺救命术，经过4摆电击，搁紧急送医，才成功将患者为鬼门关头前救回来。现场该名患者心率为可电极心率 VF， 现场电极试试，还有以及使用给药。还有输液等高级救命术。现场该名患者已恢复心跳。医师表示，民众雄雄昏倒失去意识，大部分是因为心脏心律不整，若无马上抢救可能会死亡。现场除了应该进行 CPR 心肺复苏术，然后 AED 应该同步使用。因为 AED 是一种医疗仪器，用自动侦测患者心跳脉搏，搁伫需要时阵电击，帮助心脏恢复正常运作。因为操作简单，也无因辅助，所以搁被叫做误人电击器。若正确使用 AED， 搁配合 CPR， 用有效提悬心跳停止患者的存活率。心律不整的时候，心脏就没有，就是异常跳动。那 AED 就是一个电击器嘛，能让那个心律不整停止，重新开始跳动。如果从院外就开始执行 CPR， 又用 AED 的话，能够醒着存活的出院的比例就会比较高。面对心脏雄雄停落来患者，医师强调 ，CPR 加 AED 是两种同款重要救命术，尤其是等救护车到现场进前，能把握黄金救援时间，等加做保命关键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目前全台湾总共1.4万多台 AED 分布伫4000多个公共场所，希望能强化公共场所的救护能力。公视新闻台北新竹报道。